一到夏天，我们全家都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鱼。清蒸鱼吃腻了的朋友，你可以试试这样做，既可以吃肉，又可以大口喝汤。花18买了1斤1条的鲈鱼，像我这样打上花刀，打成这个样子，在清水里放入葱姜，1勺盐，把它搅匀化开，调成淡盐水，把切好的鲈鱼给它放进去，浸泡5分钟。用这个淡盐水清洗过的鲈鱼，不仅可以去腥，还能使鱼肉更加的洁白鲜嫩。锅里油热，放入姜蒜、青红辣椒圈，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，倒适量的清水，调味就放几勺这个熬制好的金酸汤酱。这个金酸汤酱是我家经常要用到的，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平常用它做酸汤肥牛、酸汤鱼片，味道都非常的好吃。喜欢的可以点击左下角链接看一看。接着把鲈鱼放进去，搭配点嫩豆腐、金针菇和一点毛豆，扣上盖子，大火给它煮个8分钟。哇，这样做的酸汤鲈鱼啊，汤鲜味美，好看又好吃。吃完鱼肉，用这个汤汁可以拌几碗米饭。